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年是咱教会第一任的小会议长吴威廉牧师别逝100冬的纪念周年。吴牧师也是接续马偕伫台湾北部的宣教继承者，对北台湾的宣教、医疗、教育等等的工作有极大的贡献。因为上帝赏赐伊有组织的才能，所以北台湾早期整个宣教的计划，就是伫伊的规划下面来展开，才有今仔日的情景。伊的夫人吴玛丽牧师娘，被称作是台湾教育音乐之母。北台湾的圣乐事工，会当讲是对伊来拍了深的基础。今年咱特别举办一寡活动来纪念因的奉献。而且思想咱安怎军队才会前辈的脚力，伫今日的台湾继续宣教的工作。10月2日下晡2点半，伫咱10楼的礼拜堂有一场纪念音乐会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，愿咱学习安怎徛踮伫前辈宣教师努力献身的基础，继续为荣耀主来打拼。